今日教大家做一個客家酸菜雞煲，用到嘅食材有潮汕酸菜、雞髀肉、香芹、小米椒同埋蒜。首先我哋嚟醃雞，生抽、老抽、糖、料酒、生粉捉勻，我哋將佢醃15分鐘。同時我哋處理一下酸菜，將酸菜切大塊。雖然話潮汕嘅酸菜就唔鹹，但係我都仲係希望佢味道再更加淡一啲，所以將佢切好之後，我哋將佢放喺水入邊先浸一浸。熱鑊放少少嘅牛油果油，將雞塊煎到金黃。呢度就要記住啦，煎嘅時候醃料呢就唔好倒落去，齋煎雞。煎好之後就可以放喺邊備用。用鑄鐵鑊放少少嘅牛油果油，將辣椒、蒜炒香，再放入酸菜炒乾水分，將雞翼都放返落去煲入邊，同埋其他食材攪拌均勻。再倒入醃雞嘅醃汁，冚蓋中火煮10分鐘。最後放入香芹，翻炒均勻就得㗎喇。最後祝大家好胃口，我哋下期見。